OK，2013年第19條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ABCD 係個圓形，然後 AC 同埋 BD 喺 E 點相交，跟住如果 AB 等於 AD 同埋 AD 同 BC 平衡，咁就問你 angle BAE 等於幾多？咁我哋假設呢一隻係 theta，然後我哋將 D 同 C 連埋一齊，咁呢一隻都係 theta，因為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，咁呢一隻都係74度，因為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，然後呢一隻唔知幾多度，我哋當佢係 x，咁呢一隻都係 x，咁然後因為 AB 同埋 AD 係一樣長度，所以呢兩隻角都一樣，都係等於，咁因為呢度平衡啦，所以呢兩隻都係 x，跟住我哋就可以透過 Silic quadrilateral 嘅對角加埋等於180度，嚟到去知道 3x 加 theta 等於180度，同一時間考慮呢個三角形，咁我哋就知道 x 加 theta 加74度等於180度，然後啦 3x 加 theta 就等於 x 加 theta 加4度，咁 2x 就等於74度 ，x 就等於37度，然後我哋將呢個 x 等於37度代翻入去一式或者二式，咁我哋代一式啦，咁3乘37度加 theta 等於180度，咁 theta 就等於69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